离婚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不所有人？为什么瞒不到现在？非常感谢大家，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然的这个婚前单身派对哈。那个打今儿以后呢，我跟依然就不再是单身了。各位同志呢，要谨记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们仍需努力。来，来。天乐，哎，依然，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以后替我照顾好他。谢谢谭总。以后我不是你的上司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，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亲如兄弟。我们也敬一个吧。来，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，一起，哎，好嘞。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啊。你们想听吗？想。那我讲了啊，就是我们学校吧，以前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、很英俊、家境又很殷实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呢，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届的师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一直相爱下去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变得沉默，谁也没说，就独自出国了。你讲这故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女主角的照片儿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他来了，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对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爱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，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依然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
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们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有族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这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林天乐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要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依然的床上。林天乐，我是尚文芳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那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依然的床上。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